点传师，各位点传师各位领任组长副组长以及线上各位浅显大德大家晚安晚上呢，是第3篇了啊，第3篇哦。第3篇，论语8义第3篇。是这样哈。好，那或许就开始来恭诵弥勒救苦恭诵这个论语8义第3第一次孔子谓季氏8义无仪庭，是可忍也，实不可忍也。三家则以雍策子曰：相为毕恭，天子穆穆，奚其于三家之堂？子曰：仁而不仁，如离合；仁而不仁，如夜合。临患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以其奢也。临简上于其义也。临七。子曰：夷狄之有今，不如诸夏之王也。季氏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如何能救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临患否？子曰：今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即以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属下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行兮，何为也？子曰：惠是后世。曰：礼后乎？子曰：起义则商也，孰可于言师矣？子曰：下礼，吾能言之，既不直争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直争也。文献不直，故也。卒，则吾能争之矣。子曰：地质灌溉而亡者，吾不亦观之矣。或问地之说。子曰：不知矣也。知其说者，知于天下也。其如是之师乎？子其长，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子曰：吾不欲祭，卒不祭。祖孙驾问曰：以其灭于傲，宁灭于躁，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导也。
人哉？吾从周主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实谓巨人之子之礼乎？入大庙，每事问。主闻之曰：是礼也。子曰：色不足皮，为利不同科。古之道，子贡欲去，告示弃阳。故受之细阳。子曰：是也。俄爱其阳，我爱其礼。子曰：是今敬礼，人以为常也。定公曰：今使臣，臣是今如之何？孔子对曰：今使臣以礼，臣是今以忠。子曰：官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哀公问色夷，宰我。宰我对曰：夏或是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立。主闻之曰：成事不说，随事不检，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简乎？曰：管氏有三规，官事不赦，焉得简？然则管仲诸礼乎？曰：邦今是寒门，管氏亦是塞门。邦君为射门，亦是射门。邦君为两京之豪，有缓瞻。管氏欲有缓瞻，管氏而知礼，时不知礼。子欲如大师乐，曰：乐其之可知也，始作细如也。从之，纯如也，矫如也，亦如也，以成。夷荒人请见曰：今直之至，夷师也。夷荒人请见曰：今直之至，夷师也。吾未尝不得见也。忠见之，重则见之，重则见之。师曰：二三子，何患一善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夺。木夺，子谓少，尽美。子谓少，尽美矣。又尽善也。谓吾，尽美矣。未尽善也。子曰：积善不宽，为礼不敬，临上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论语八佾第三第二次。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实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策。子曰：相为毕，毕恭。天子穆，须取于三家之堂。子曰：仁而不仁，如离合；仁而不仁，如噎和。临患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以其奢也，廉俭；善与其义也，廉戚。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季氏履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如何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临患否？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允，其争也君子。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以为心虚。何为也？会是后世。绚烂的绚。曰：礼后乎？子曰：须臾者三也，始可与言师矣。子曰：下礼，吾能言之，既不止争也。因礼争也。其不止争也。因礼，吾能言之，宋不止争也。文献不止故也。主则吾能争之矣。子曰：地质灌溉而亡者，吾不亦观之矣。或问地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知于天下也。岂如是之乎？子其长。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亦计，如不计。王孙贾问曰：以其灭于傲，灵灭于躁，何谓也？子曰：不然，后坠于天，无所导也。子曰：捉奸于二代，郁乎文哉！吾从周，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巨人之子朱礼乎？孰谓高人之子之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孰闻之？曰：是礼也。子曰：色不足皮，为利不同科，古之道也。主公欲告世之气扬。子曰：是也。而爱其羊，我爱其礼。子曰：是今之礼，人以常也。令公问：今使臣，臣是今，如之何？孔子对曰：
今使臣以礼，臣事今以忠。子曰：官虽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哀公问色以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地。曰：属民战地。主闻之曰：成事不说，谁是